乡请到早，欢迎收看今仔日4月25台记台早起新闻，我是柯兴竹。先开始，咱来关心，因为地动尾倒去的花莲富凯大饭店，花莲县政府是安排赶紧拆除，早8点45分已经开始拆，下24点钟无暝无日来拆，按算2礼拜内要完成。也若附近的店头，因为安尼无法度做生意，有卖花莲名产的店家在拆除进前是赶紧搬货，避免物件过期再了去。 工作人员用无线电联络，开始拆除作业。花莲市闹区的富凯大饭店受到连续2遍规模6个地震影响，大楼出甲正严重。花莲县区紧急安排24暗8点45分开始拆。这台陆河河长手大钢架拆过天龙星大楼，加装大挂机料会当存到42公尺，是全国上长，上悬会当跳到10个楼。因为富凯饭店附近所在较歪，只敢若会当一台机具入去拆，困难度较悬，先吞吐塔悬8公尺，有防护网，对上顶头层开始拆。按算24点真久拢无停，一直拆，要2礼拜。 当地李长讲，希望先做好安全防护措施，和附近的店先营业。2个礼拜他们可能受不了。哎呀，当然受不了啊，太久了啦。这样地震就游客又少，没有进来啊。现在在附近的顾客也是要顾好啊。有一寡店的员工伫咧搬货，因为唔知影当时才当营业，惊一寡食品会过期。花莲薯系列的，因为期限比较短。 对，所以那个要赶快撤到我们另外一家总店，到期就那些食品就会浪费掉，就这样很可惜。中山路市中心的店面大部分拢是铁门有来无营业，只敢若中华银行、花莲唯一的分行有开。要让金融那个能够畅通，而不是像说7这家没有，可以去别家嘛，一样不行这样。伊那另外一栋夜厝歪起的通税大楼，本来24早起要开始拆，因果包商讲。 作业平台也无够悬，一个成吨土石等机具送来，评估可能要过8日了后，才有法度动工。记者综合报道。因那花莲秀林乡木瓜溪爆花，因为地动放起放1公里长，嘛因为地动尾直来，有的所在地基已经放了，民众是惊甲唔敢住。而且地动了后放落来石头，即马是甲木瓜溪塌掉咧，即马出现一个积水湖，唔知影当时水会放起，所以嘛呼吁民众唔通挖进木瓜溪水尾。 对空翕的画面，来当看到沙边是规片拢放落，原本青色的边坡，即马变作桃色，和正正是强烈对比。这是花莲秀林乡文兰村木瓜溪边仔的爆花，对仁寿桥南边一路到丰兴山庄，拢有崩山的情形。几啊间民家厝正挖崩起的所在，地基看起来要冲甲无啊！居民讲，逐工敢若困伫崖壁的边仔，无法度安心。哇啊，这个就直接贴在墙壁边了呢。好恐怖哦！实际去观察，有2户的地基是已经冲甲无去，随时拢有可能出落。在地居民除了有厝无法度转去，佮出现有宽宗无土地的状况，住户唔知影要笑还是要哭，讲只好看土地去天堂啊！不睡觉了，不敢睡觉。对。会不会希望说政府赶快帮你们？对，是希望。啊，这个已经接近你们的地基这边呢，哈。 有权状是没有土地怎么办？就不见了。比较损害到的是大概是3户，面积的话大概是长度是1公里多了。村长陈文才讲，伫大地震了，第一时间已经通报公所和县府，已经疏散上挖崩山遐的3个住户。村大乡是今仔日时才有做生理，部分是工寮。离崩山的所在50公尺内，差不多有5户嘛拢抗因撤离。木瓜溪水头伫大地震过后，嘛结一个崩山湖。 林保署花莲分署嘛讲上新观测的结果，根据木瓜溪水尾水位来判断，崩山湖的变化和进前无差介济。但为了安全，呼吁水尾的民众莫去河床活动。我们早上同仁回报木瓜溪下游的水位跟平常也都没有太大的变化。不过还是要呼吁下游的民众不要到河床，就是河道上去做那个戏水。堰塞湖什么时候会溃坝，我们不知道。 李碧水嘛进一步讲，当在评估当地电力和网络信号的状况，那会使来装 CCTV 的监视器，卖定期用空翕机，还是用卫星的影像，随时来监控崩山湖变化的情形。记者综合报道。地动尾的直摇，加上这几天搁咧落大雨，有可能就会出现水崩山。秀林乡的和平村当地人已经撤离，也让富士村10人后壁山壁嘛有石头直头连落来。乡公所就表示，准讲发布大雨特报，就会强制要求当地人爱撤离。
我台北线辐射穿10林厝到起伫线骹，数控山大地动又甲真厉害。村民讲，迄时阵都听到后山有真大声的崩塌的声音，一时间硬蓬蓬，石头一直连落，大家赶紧向下骹车路走过去。这几天地动买真济，虽然讲无造成进一步灾情，毋过村民讲，即马真惊落大雨。就是怕造成土石流嘛，怕下雨而已。像从现在开始，怕说一直连续下雨、下大雨，那我们必须是不是要离开我们住的地方？它一旦那个堆积扩大之后，会往底下这边石头就往底下这边掉下来。28尾仔秀林乡公所针对辐射川甲中石川各两林强制撤离。只要是大雨特报，好，我们就会强制所有的保全户，全乡的保全户都能够到收容站。已经提早强制全村撤离的是目前无法度到位的和平村，村长透过广播通知村民配合。为防止傍晚下豪大雨，请村民至和平国小收容安置。严密监控河线，抑个有公路单位。目前台北线虽然讲是放行，毋过若雨量超过警戒单，随时做放起来拍算。下雨的话，当然会影响到一个边坡的稳定性啦。如果雨量大到一个程度的时候，我们也会看状况，我们可能会实施预警性封路。数控山强烈地动重创泰鲁阁国家公园，园区内底怪兽咧进行避勘整治，已经送起土石一直向下骹连落来。边仔斯卡东步道入口已经封起，内政部国家公园署已经为23开始暂停生态保护园区内底各项休闲活动，会先封到5月7日为止。记者综合报道。所以，咱今仔关心天气。今仔日有另外一波锋面瓦近，天气是真无稳定。气象署即马已经针对苗栗以南，计共有10个县市发布大雨特报。咱同时看分图。这礼拜方面是接续到季，今仔日西部有阵雨，也是雷公雨，而且落雨的范围会真宽。东北部偶出现较大阵的雨。气象署是提醒讲，除了落雨以外，嘛有可能会单雷公、透强风。提醒乡亲，若想要出门，爱加注意安全。地势较低所在嘛，爱设置积水和饮水。今日各地拢是乌阴，若中部以北、东部高温大约是25度至28度，南部有29度至30度。另外，伫今日半暝2点11分的时，有发生规模5.6个地动。地动的中央伫咱台湾东部的海域，深度是18.5公里。过一时佫发生第2摆规模5.5个地动。气象署是表示，这2个地动的中央拢是伫南澳北海盆，是独立的，这是和4月初3花莲大地动无关系。方面一个接一个到位，台湾出现强降雨，气象署即马有针对全台湾10个县市发布大雨特报，提醒乡亲爱细致。若今仔日有一波方面瓦近，雨势一直落到礼拜，一季日来天气拢会真无稳定。每次风大要倒了。大雨当中，看到路边的大树倒落去，阻断交通。全台一直地动，搁拄到方面通过出现强降雨，也伫万里一个山路树倒去，警方到现场甲救灾人员伫大雨当中将树仔锯断刷开，恢复交通。苗栗大雷雨，加做灾情，山区的泰安温泉区石头为山壁连落来，讲到附近一台修路车，好加载车来人无要紧。要路树倒落去，阻碍交通，公所派出小山鸟清除。毋但交通灾情，佫造成农损。后人的芳瓜田、西瓜田饮水，农民讲雨大过急，瓜田拢淹去。下得很大，出来的时候已经水已经蛮过那个香瓜，整个都蛮过去了。所以看到了会很伤心。雨势真强，直播另外一波后面接近宜兰会有一波的雨势。那未来1周的天气主要是受到锋面的影响，那偶尔伴随比较强的西南风，所以整体而言天气是比较不稳定的。气象署强调，甲拜之之备，落雨几率依然加悬，天气不稳定，民众出外一定要注意安全。记者综合报道。镜头来台中，台中梨山是咱水蜜桃主要的产地，也毋过目前结果，即马是结果的季节，也毋过今年结果率目前敢若4成尔。农民就认为讲，有可能是3月份上大雨，4月份佫大地动，土肉规个送去，树根有可能是有受伤。也若台中的农业局讲，因会上山去会勘去了解原因。
一话定即个那开花无结果，台中梨山是台湾水蜜桃上大的产地，每年6、7月是主要产季，一般4月就开始结果。不过当地今年结果率即个那4成，贵农甲民众认为可能甲天气一个最近的地动有关系。摇动晃到根系，根系受伤，果树整个养分就停滞了。今年才遇到那么大地震，才可能所以大家比较严重。3月30号的时候雷雨。那个很大很大的雷雨，然后又下冰雹，把那个花瓣打在地上，也造成它不结果。罗正玉讲，今年天气变化大，向阳寒、向阳冷，3月大雨和水蜜桃无法度顺利调混。贵农是认为4月花莲地动造成土质松动，树根被震断，养分无法度疏散，就连苹果也同款。梨山水蜜桃产区栽种面积差不多234公顷，年产量2246吨，一年一收。因为结果率歹，估计今年的产量无到往年的4成。本局定于5月7日及8日邀集农业部台中区农业改良场、农粮署及公所等相关单位至梨山地区勘灾。了解灾情原因，同时将持续收集近期各项气候因素数值参考。灾损的原因，大家讲法真多，贵农也担心今年的努力拢会归火花去。台中市农业局强调，5月初会请农改场甲农粮署等单位到梨山勘查，收集各项天气的资料，了解原因。若是符合农业天然灾害救助办法的标准，将会向农业部争取现金救助。记者综合报道。甲乡亲同齐关心今仔日报纸重点，咱先来看《中国时报》。403花莲大地震造成新北市环状线铁基路走整突起。新北市长侯友宜昨昏表示，经过结构技术的检测，修复期要1年以上。那这部分到底谁爱负责任？侯友宜表示，这需要专家学者去讨论才有结论。来看《自由时报》，行政院通勤月票 T-Pass。去年7月份开始实施，即马已经有10多个县市加入，自10个月以来累积超过600万人次利用，公共运输量毛增加15%。交通部长吴国才表示，自2026年开始，政府会常态化编预算来推动 T-Pass， 政府一年会编90亿。来看联合报，根据统计，卫福部去年有接到22540件老人受家庭暴力的案件，平均每天有61个老人轰拍通报家庭暴力。那地点拢是伫厝内较济，而且超过一半拢是囝儿孙逝世动手拍时代。根据统计嘛显示，规家伙仔一家团圆的日子，嘛是时代受家庭暴力的高峰期。台北的主治病院有一个查甫护理师伫网络顶悬打出一寡相片，而且也讲有护理师无道德地开刀房手术内底是趁病人注麻射无意识的时间偷翕，甚至还会甲这病人乱摸乱扫。因为伊甲这个私密的相片公开，即马已经予警方调查，予移送法办。为什么要po网上？警方送地检署面对媒体的问，为什么别康甲为什么将病人私密的相片放去网络？查甫护理师无讲话，这台北主治病院护理师伫网络顶悬别康，护理师伫开刀房内底趁病人全身麻醉，技术翕或者是卡，因为私密的所在，佮将来源无清楚的私密相片放伫网络。警方到病院宿舍查扣手机这证物，佮叫妨害秘密等罪嫌有关。是你拍的吗？到地检署记者继续问相片是毋是翕的，伊海头否认。根据了解，检警侦讯的时阵，伊无承认翕相片，也拒绝透露相片来源。扣审了后，10万块交保候团，因为找不保，改做限制自己。我们也请新北市卫生局正在调查当中，那实际上的一个情况是如何？那还是要看调查结果，会涉及到泄露病人隐私的这个问题。不过整个事件还是要看调查结果。对这开刀房偷翕案件，卫福部长谢水元感觉真含糊，强调专案勘察病人运输这问题，已经要求卫生局1礼拜来交报告。台北主席是表示，已经启动调查，调查相片来源、翕的动机，和确认相片是不是伫病院翕的。清醒的时候就要跟病人做充分的告知，那取得病人的知情同意以后，才能够在手术的期间
做这样的一个照相的一个记录，脱离我们的 SOP 的一个常轨。那当然，如果是脱离，就是严重的违反医事伦理。后边个人认为，亲像会健保或者是保险公司调换，或者是做病历资料，拢爱得到病人同意将翕相片制作档案，而且明显做别的用途，若无就是违反医疗伦理，也恰到医疗法、护理人员法，甚至是刑法。记者综合报道。驾照就千万唔通赛车。去年元旦伫第17线台南北门路段有发生一桩驾照赛车的死亡车祸。事当时是当咧做兵圣诞的一个阿兵哥，伊驾照了后，佮载朋友去庙会出车祸，有造成3个人死亡。这个案件即马经过国民法官的审理，赛车这个圣诞的阿兵哥被判3年6个月。轿车快速一直互咱各弄着分隔岛。去年元旦圣诞的上边淋玻璃达了后，载死的朋友去参加台南庙会活动，结果车失去控制，造成共车朋友3死1伤。案件变作台南头一件国民法官审理的案件。一个国民法官发现，弄甲密密麻麻的车其实是改装车。改装排气管，它的功能只有改装尾段的话是声音低鸣的声音。那如果你要造成它车速快的话，它要头段、中段、尾段，通通都要改过以后，它的车速才是过快，它的车速才是可以提升。为改装问题查清楚是毋是超速，国民法官提供无同的偏移角度。案件日是下晡宣判，圣诞的上边迄个时阵是现役军人，国民伊知影啉酒赛车的后果，竟然佫开车，造成3个家庭破碎，互人认定违反陆海空军刑法。虽然甲死者家属和解佫无前科，也是判处3年6个月有期徒刑。1年3个月，所有的和解条件都一样，那为什么到国民法官要审理之前的2个礼拜才达成和解？就是因为这个样的原因，所以我们呢没有做对被告这个有过多的有利的考量。圣诞的上边案发了后4天，就互部队记过开除。下晡伫律师的陪伴出席庭审，死者家属拢无到场。虽然认为圣诞的上边后悔也甲诚意无够，毋过考虑被告家庭经济状况，国民法官有一半同意本案判处刑期，希望被告服刑了后，也有转来社会可能，专案还佫会当上诉。记者综合报道。国际新闻，咱来关心美国顶一日这几个礼拜有秘密运送陆军战术飞弹系统给乌克兰，白宫是有证实讲确实有影，也毋过技术表示到底送偌济。美国白宫证实 ，ATACMS 陆军战术飞弹系统已经伫咧过去几礼拜运到乌克兰。To provide Ukraine with a significant number of ATACMS missiles for use inside Ukraine's sovereign territory. That shipment started moving in March as part of the PDA that the president authorized on March 12th, and those missiles have arrived in Ukraine. 白宫表示，乌克兰有答应讲，只可能伫咧乌克兰境内使用这款武器，不用伫咧俄罗斯境内。拜登二是批准10亿美金的乌克兰武器计划内面，也对甲 ATACMS 部分飞弹。其实，这款飞弹伫咧17已经第一遍使用过，目标是克里米亚一座机场离乌克兰前线只可能165公里。Я вдячний президенту Байдену, Конгресу, усім американцям, які відчувають, що потрібно. Зараз будемо робити все, щоб компенсувати півроку, які пройшли у дебатах. 这批 ATACMS 射程差不多321公里，主要是用伫抵抗俄罗斯入侵。去年9月，美国有渐渐向乌克兰提供 ATACMS 中程的型号，不过乌克兰尾也要求射程更较远的武器。拜登政府伫咧过去几个月一直伫咧考虑，敢要提供乌克兰射程达到300公里的 ATACMS。五角大楼一开始是反对部署远程飞弹，惊讲会影响美国的战备库存。也担心乌克兰会将这款飞弹派在俄罗斯的境内，不过尾俄罗斯无顾到美国公开甲私底下警告，用北韩提供的远端弹道飞弹攻击乌克兰，才让美国改变心意。公司新闻黄文玲编辑。因为美国的参议院23有通过援助乌克兰、以色列和台湾，计共950亿美金的军事援助金，而且即马要求 TikTok 抖音国际版要和中国的母公司拆开。另外，美国国务卿布林肯是去中国访问，会针对中国支持洛西亚、中国伫南海作为和中国压力。
美国参议院23-79票支持，18票反对，通过950亿美金的包裹法案，包括对乌克兰、以色列、甲台湾的援助金。这项法案内容经过几个月讨论，顶礼拜六总算伫众议院通过。预定这个礼拜三，总统拜登就会快速签署有效，会当汇钱予乌克兰。不过，这原来是美国今年底大选前最后一届核准对乌克兰的援助法案。The foreign aid contained in this bill is an important part of telegraphing America's refusal to cede the global stage to hostile powers. 这项包裹法案包括610亿美金对乌克兰军事援助，260亿美金对以色列战时援助，加加沙公民的人道救济金。同时，也为印太地区提供80亿美金，用在应付中国的威胁。其中包括予台湾甲其他主要盟友提供20亿美金的外国军事用资经费。所讲的外国军事用资，都是美国为了重要的合作伙伴保留安全援助补助经费。符合资格盟友会当透过补助款购买美国的防卫物品、服务，也有备份。另外，法案一定将靠亚的俄罗斯资产转移到乌克兰，对伊朗实施新的制裁，也要求社群应用停止抖音国际版 TikTok， 用9个月时间脱离中国母公司字节跳动，安尼无要禁止伫美国营运。This national security bill is one of the most important measures Congress has passed in a very long time to protect America's security and the security of Western democracy. 国会早拄通过对中国相关措施，美国国务卿布林肯随24开始有3天的中国访问行程，这是布林肯1年来第2届去中国。另外，时报分析，这届除了想要维持甲中美关系稳定，也伫真济项议题对中国施加压力，包括中国向俄罗斯提供武器技术，也甲中国最近伫南海地区的侵略性动作。不过，专家是讲，中美伫台海问题这个议题意见无共。两国沟通真歹有突破性的进展。公司新闻牛眼编译。阿根廷极右派总统米雷伊为着要改善财政问题，又推动真济项新省钱省经费的措施。内底就有一项是甲公立大学的经费抬掉，即马引起抗议。23时伫首都有57间公立大学的老师和学生发起抗议行动，有10万人参加。阿根廷首都布宜诺斯艾利斯市中心的国会广场，23号四面八方来示威群众，客家10通通，就会交通袂顶袂当几点钟。这场57间公立大学发起的反政府示威，参加人有老师、学生、各校的毕业校友、工会甲各式各样的社会团体。警方的统计指人数有10万人，不过主办单位讲有将近50万人。同款的抗议活动也在全国其他都市出现。教师工会指总人数有将近8万人这么多。Es importante para todos, democracia, que vivimos en democracia, defender la universidad pública, la educación pública sobre todo, y bueno, no hay recorte presupuestario, y bueno, creo que es algo que nos compete a todos y que es importante que estemos acá. 培养出国系诺贝尔奖得主17位总统的布宜诺斯艾利斯大学 UBA 是免学费的高等学校学府，经费全部拢是政府预算，通膨到290%。每个月能源开销用5倍的速度增加的时阵，继续派总统米雷伊今年编列大学支出，则甲去年完全同款。学校警告，若是无援助经费，3个月之内学校就做袂落去，全校38万的学生将面临大学中期危机。riesgo es el riesgo de cierre. El ajuste fue el 70%. Imagínate que en la familia de cualquiera, si haces un ajuste así, tenés que cerrar. 米雷伊去年11月上台以来，讲是要将预算控制归零，大幅度减少对交通、燃料、能源的补贴。薪水阶级失去1/5的购买力，造成的公务员失业总人口产值比率已经达到60%。反对伊的街头示威是一波刷一波无停过。米雷伊是伫社群媒体 X 质疑公立大学经费开销无落实。总统府发言人是讲，公教体系数十年来品质衰退，大学通过率一直落车。米雷伊自指各用2008年以来第一摆出现的季度预算盈余做例，经过各界唔通仰望政府会调整公共开支。公司新闻王慧文编译。今日国际上还有啥物大代志？甲乡亲咱做伙来去看世界。泰国伫这礼拜出现热流，首都曼谷有可能会出现极端高温。根据预报，高温有可能会达到39度，若体感温度就搁较悬啊，有52度。
也那泰国的北部，即马高温已经有44度2。泰国政府是呼吁民众踮室内较安全。来看越南目前有160个人因为批评政府互抓去，有10个徛出来呼吁政府爱办全民公投的人，顶一日互法院以煽动人民颠覆政权这罪名，互判4年至13年的有期徒刑。继续关心欧盟，即马当在打击中国无公平的贸易行为。4月23日是欧盟有去朝中国安检设备供应商东方威视，因伫波兰也搁有荷兰的办公室。这个行为是让欧盟即马和中国的关系变甲搁较紧张。根据了解，这红调查这间公司真正的总裁就是前中国国家主席吴景德的后生吴海峰。部分的西欧国家即马嘛以国安做理由禁止东方威视的产品。镜头搁转来过来，咱来关心监察院有约询新北市长侯友宜，原因是因为伊伫1989年的时做台北市中山分局刑事组长的时，伊互指控带上百个镇暴警察和霹雳小组，强制甲苏当时列做乌名单世代会总干事罗益世等人赶走。那样即摆是批评监察院去编出35年前的旧案是政治对杀。市长会不会觉得今天这个案子有点是政治追杀？因为隔了35年才突然说要调查，可不可以帮？在新北市府的市政会议结束，侯友宜9点半到监察院，替监委高永成、林碧荣来调查35年前的罗益世案接受约询。因为较早世代会总干事罗益世和台独联盟干部蔡正良做台独运动，和执政的国民党政府列作是乌名单禁止入境，但是两个人在1989年秘密返来台湾，声援地南洋。伊当初做台北市中山分局刑事组长的侯友宜，互指控讲带上百镇暴警察和霹雳小组，而且拖出2个人押到桃园机场驱逐出境。我尊重监委的职权，显示过去是需要我们大家凝聚共识，不是制造更多的冲突跟对立。而面对监委，我都心中坦荡，我已经很清楚的跟监委说得很明白了。会谈差不多1点外钟结束，侯友宜强调讲已经甲监委讲甲真清楚，新武城唔惊鬼，但是国民党主席朱立伦是批评讲用35当前的旧案约谈，是在政治对杀。当时侯友宜市长只是继承的远景，是执行命令，这真正是标准的东厂，标准的鹰犬，大家全民绝对不能够接受。我们行政院呢也有很多案子呢都在受到监察院的这个调查，我想没有所谓这个特别追杀的情况我想这是过度解读。陈建仁认为讲应该尊重宪政机关的工作，监察院是发声明讲是接受民众真情，针对政策的决定和执法的过程在做调查，无任何政治考虑。讲是因为代志过真久，无可能去追究个人的责任，只是希望透过侯友宜的证言去进一步厘清来了解代志的真相，和政治对杀无关系。另外调查过程需要保密，并呼吁外界莫黑白药。记者综合报道。交通部航港局中部航务中心有一个姓宋的机组，因为伊摕业者的钱，替因伪造营业中的驾照，即马方是判9年2个月有期徒刑。宏观的是，伊个承认讲，其实伊嘛有协助9位台中的公务警察摕到驾照。即马法院佮一审宣判，甲伊还有一个姓李的公务警察判3年4个月和8个月的有期徒刑。航港局中部航务中心一个线上的经纪组，任职期间办理游艇动力小船的营业用驾照核发工作，被查出因为收钱假造驾照获业者，被依照贪污罪判刑9年2个月就监。不过后续还有案发案，伊承认收钱为9个警察摕到无实在驾照，台中地院一审分别判线上的经纪组3年4个月，也有县地台中港警8个月徒刑。那他明知这个相关的人员并没有经过这个相关的规定，那可以取得驾照，他就以伪造相关的公务的方式核发予相关的这个不实的驾照。台中地院表示，法官认为县地港警用假造文书的方式摕到驾照，犯后佫无承认犯刑，所以判刑。另外8名港警因为认罪得到缓起诉，港警局甲台中港警总队佫一摆强调会加强对待法律要求，落实承办人员轮调，检讨各层级人员审核权限，并建立异常警示机制等，定期办理内部稽核，并配合检调相关调查。警察
就是公务，就是执法人员，道德标准要求会比一般百姓来得更严谨。同款由航警局核发上乡驾照的乐团游艇工会表示，不管自用上乡驾照，考照进程都经过精密训练。老师上课之外，你还要题库你一定要去念的，你没有念的话，没办法考得过，考不过。黄庆辉表示，专业考照、学考甲术考要经过各48点钟的训练，佮经过考试前摕到合格驾照，对准的航行，才更较有安全保障。记者综合报道。在地新闻来关心，高雄高山三路有一段3公里的路段正在咧跳电，3日来已经停电停24届。除了是因为天灾，阁有一寡问题是因为动物若是无适宜去吸着，嘛会失电，嘛会停电。民众就感觉安尼正在咧停电真无方便，因提出诉求，希望会当赶紧甲电缆线地下化。为了给按民望，敢若剩台电供电车车顶是光的。另外一张是台电的维修人员伫大风大雨内面咧抢修，这是去年小犬风台来的时阵的状况。但是靠天灾的因素，高雄高山3路这个区地停跳电的状况是真接，3年加起来24摆，有的住户更因为收接停电，规气甲手电放伫随手会当摕到的所在。我们这一段那个比起其他段来讲，那个频率是比较多啦，因为像我们这边停电的时候，我们出去看的时候，那个其他的地方那个灯都还是亮着的。以前是常常啦，有时啊，迄电线嘛会出火啊。1年是8次，那1季3个月就会跳停电2次。议员讲停电的主因是当时不去当着设备故障，也是强风车去交到线路顶，和当地的缆线无落地关联是真大。居民旁边要设个电箱，他们都有反对，说必须要找适当的时间适当的地点才可以设置的。跟台电去会看到底要怎么做。本处辖区缆线地下化共76件，若需调整，需由需求方如市府提出电缆下地的申请，包含完成费用的缴纳。台电高雄区处讲，全市38区无停跳电特别明显的区，因为供电是透过气线来传输，有可能会下几个行政区。但是去年1月到10月，全市差不多有835件事故，已经比前年同期是减113件。主要是台电加强线路的优化，针对高山3路特定的路段会加强抢修，对已经有的设备来进行被复化，减少事故发生。若要地下化，嘛是需要市府相关单位协助。记者综合报道。因那国道10号高雄仁武交流道下骹的停车场，因为停伫遮唔免收钱，结果呢，就有20多台轿车长期停伫遮，嘛唔知是要爱也无爱。即马地方就烦恼讲，若无处理，惊会变做治安的死角，甚至是网通生炭，变做天高一个疫区。环保局已经有去打黄单，嘛警告讲车主7天内爱甲车刷走，若无政府就甲车拖走。环保局人员巡视报废车辆，发现有的车头拢甲密密毛毛，有汽车无车牌，因着将黄单搭伫车顶，请车主赶紧甲车刷走。国道10号仁武交流道下骹即个停车场停袂少报废汽车，附近民众表示讲，遮无偌久就会有一批报废车辆停伫遮，上少有10几台。一般都是报废车跟那个车祸的车停在那边。停在那边贴公告的啦，时间到他们就会拖走。1年下来10几台跑不掉。这个停车场原底规划要互附近民众停车，不过即马煞互废弃车辆占位，而且环境垃圾。地方惊讲，若是落大雨，敢会真做天高热的热区。环保局日前接到通报来稽查，算算的有24台无牌汽车，其中12台已经报废，有的互环保局拖走，若是找无车主就会打单。新环境。脏乱啦，尤其这报废车为玻璃车，而且也破去，这阵啊佫在发生这登高了。现场若是佫有停放废弃车辆，本局已经打公告通知单，限期7天刷走。环保局表示讲，已经打黄是警告单的汽车，车主若无来处理，照规定7天过后就会甲车拖走。目前警方已经先监视器，避免有人乌白停废汽车。记者钟义辉、邱兆勇高雄报道。有旅客伫面册顶头写文章怨叹讲，因准备要坐台湾虎航去日本的时，发现飞行机要飞东京的成田机场和飞大阪关西线的乘客，竟然是放伫同一台飞行机顶悬。因是批评讲哪会遮合？了后呢，虎航去调查了，发现讲这是造成是桃园航勤的接驳车
驾驶的疏失，即马这个驾驶已经互调离现职。本来已经全买坐飞机去东京成田的旅客，所互人请落飞机。有民众伫咧 FB 讲，本来是要坐台湾虎航的班机去日本，无想到讲飞东京成田甲飞台北关西乘客，拢互人送去坐同一台飞机，有够罕。就看人跟，就是往哪边走，就是跟着一起走。对啊，就是应该工作人员要有指示清楚，或者是拿牌子什么之类的。原来是桃园航群伫咧变忙，这班车的驾驶是要甲人客载去停机坪坐飞机，结果因为两台班机的航班好正晚，停的所在也正晚，驾驶无再一遍确认送唔到所在坐唔到飞机。虎航虽然有随发现，不过为了要重新清点乘客，延误起飞也较慢到位。这个我觉得应该是就是接驳的司机要注意，就尽量不要，因为有时候航班时间很接近，那希望他们可以帮忙带到对的地方上，因为确实乘客有时候一忙，可能看到虎航就会上去。桃园航群表示道歉，讲这边的事件是人员作业疏失，已经甲造成疏失的员工调离现职。除了进行内部检讨，再来也进行听取，加强督导。因那台湾虎航也请外包单位提交检讨报告，并且主动进行事件提报，希望这种情形莫阁发生。记者综合报道。地动即马是受花莲的观光受影响，即嘛有可能会造成一寡国际观光客唔敢来台湾佚佗。业者即马就烦恼讲，伊是真无简单，才度过疫情，即马佫拄着灾后爱重建，伊是无想要甲员工死头路，所以希望政府会当甲因补贴。为4月初3，花莲7.2强烈地动了后，就宣布暂停休园维修的万象海洋公园。这2天因为一直地动，外边佫有落来情形，前几天园区内设施才检修完，即马佫因为一直地动，爱佫检修，原定暂时休园维护到4月底，一定爱佫迁延。受限现在所有的工班都还没有办法进来，所以整个的开放的时间，我们会先以员工的安全还有游客的安全为优先。一切确定之后，会再正式对外开公布。旅宿业者拄到遮侪地动，中建工作嘛拢喊停，有业者伫面册大文宣布，到6月底前拢会停业。工会预测，中建期损失超过20亿，因为连外交通也佫有变数，休热订房也无乐观，烦恼旅宿业恐惊会裁员解雇。工会希望政府放任主办教育训练做营运补贴，互业者度过这个中建期。从平日的住宿率40%，假日70%，降到现在1%以下，甚至非常多的旅宿业当天都是0间。那以初步来说，我们4月份到目前为止，饭店的营业损失就已经上看5亿元。观光学者讲，花莲是台湾的观光重点。去年花莲县政府国家东南亚业者协谈，欢迎来4座包机对飞直接送客来台。即马面临地动的变数，估计说来2-3个月来台湾的旅客可能也因为安尼暂停。一段时间，花莲的观光其实是不太容易恢复的，而且这种其实是花莲有事，全台有事。也就是说，其实对观光客来讲，他们不会只想到是局部花莲有地震，他看到的是全台湾产业的振兴这一个部分我们也正在规划过程当中。那我们会提出最好的计划，来使得花莲的观光也好，或者是其他的产业都能够得到最好的帮忙。行政院讲会调集相关单位，赶紧提出进行花莲观光方案。唔那旅宿业嘛爱照顾在地商店。观光学者是讲，伫中间过一段路了后，进行的管理方案应该都爱详细评估，吸引旅客留伫花莲，避免干那带一暝对观光的帮助有限。记者综合报道。那中国各大办是有宣布要采取积极的措施来推动包含旅游在内的两化交流。咱交通部长王国材表示，目前敢若看到对方表态，并无看到对方有动作，希望中国爱正式宣布。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伫马12岁讲，乐见中国民众加去台湾看看的讲法了后，各大办日时刷落来表明，会采取积极的措施，推动包括旅游在内的两化各领域交流，共同努力排除障碍，两岸交流合作就会迎来光明的前景。我们将采取积极措施，推动包括旅游在内的
两岸各领域的交流合作。不过，国台办嘛讲，台湾无开放大陆居民到台湾交流，消除这障碍，才会当互两岸旅游甲人员往来。随上疫情了后，南方陆委会去年8月就针对两岸观光旅游甲放令大陆籍人士来台湾商务交流，进行相关的规划。尾也阁宣布3月开始开放旅游组团去中国。后续因为中国单方面启用 M503航路事件，南方嘛宣布6月禁止组团去中国。那我们现在在3、4、5都已经是人已经够嘛，那6月后就是看他这个剩在这段时间他善意的回应，具体的回应啊，具体的回应就是他的这个自由行跟团客可不可以放他们过来？看过去10年，中国旅客来台湾状况，为两岸直航以来同年成长，上侪人是伫2015年，全年400多万人。后续因为政治因素，人数为2016年开始减少。2020年因为新冠疫情冲击，1月底疫情指挥中心宣布10万中国人士来台湾观光，人数达到最低。旅行这一块呢，是卡在台湾的进团力，两岸政府在互信不足的情况之下，很难做到同步性。所以一定是你进一步，我进一步，来把这个僵局打开。旅游业者坦白讲，疫情了后，要拼国际观光客一旦来台湾，亲像疫情前遐济，一定都爱互两岸旅游国再往来。希望相关单位掌握这个机会，对业界5万观光问题有解决。陆委会敢若回应两岸观光相关议题，会伫这礼拜4回应。记者综合报道。文化新闻，咱来看19世纪的时，是咱台湾第2外销的黄金期。上兴的时阵，伫台北大稻埕捌有200外间茶行，其中呢，头一个甲乌龙茶卖去国际市场的人，就是大稻埕生理人李春生。路边的人拢叫伊台湾乌龙茶之父。今年是伊过身100周年，即马有一出音乐剧在播伊的故事。外乡虽然风景好。思念家乡一片心。头唱赢布袋戏红仔，当日排练大稻埕头人李春生的故事。李春生1838年伫厦门出世，26岁来到台湾。后来1869年，伊甲乌龙茶卖去到美国，嘛拍开国际市场，所以人甲叫做台湾乌龙茶之父。为着要互愈侪人了解伊的故事，台北市立国乐团和民间的艺文公司共同规划一出音乐剧的演出。李春生家族的第4代李福仁先生也来到现场，伊甲当年外省的地票再来和大家分享。这个是茶标变李春生，跟杜特一起命名佛茶乌龙。台湾第一次一个这个茶标叫到欧美的。李福仁分享讲，因为较早大家拢讲台湾话，为着要表现乌龙茶发音，互外国人了解，茶票的拼音才用2个 O 来表示。另外，音乐剧制作人表示，为着要呈现早前地上的艺文娱乐，所以音乐剧用济南管布袋戏、汉诗吟唱等等来表现。因为南管即摆观众较无法度讲自头自尾拢去看南管，所以阮是用布袋戏来串场，安尼较互大家较深刻。咧听的过程当中吼，嘛会使听好听的音乐，来去了解李春生的故事。李春生会使讲是大稻埕真重要的生理头人，今年算起来是伊过身100周年。为着要纪念伊，互大家知影伊的故事，台湾第一业之父李春生这出音乐剧4月28会伫台北中山堂演出，团队嘛帮大家做伙来看演出，了解台湾的历史。记者卢尚如、郑准由台北报道。10年前，本地伫科学园区食头路单板生红仔某，当时因为要找一只狗的这个缘分，因转去到新竹的北部，去到遐真介意客家庄，就决心要伫遐开一间册店。嘛，因为伫北部会当清早看到长尾山羊，因就直接甲册店的名号做蓝竹厨房，即马渐渐成做北部的特色。老厝外口保留过去病院的模样。边仔搁一丛青蛙树，当初时单板成红仔某为着找一只流浪狗，无意中来到这个传统的客家庄，对当地人文风景非常介意，决心来北部开一间册店。离开园区工作就是尝试各种的兴趣了，其实在探索到底，然后接下来想要做什么。我们都很喜欢看书了，所以这个空间原来是我们自己的书房了。后来我们就把这个空间整理一下，空间不大啊，就把它整理一下。就是我们觉得
开书店、办讲座、办活动，可能更贴切了。头家讲，其实因嘛知影，伫遮开册店无办法赚大钱，毋过阅读是因翁仔某拢真介意的代志，希望推广出去。开册店做的是家己的兴趣，对因来讲，这就是生活。其实当初我们预期的收入就不会差太多，它本来就不会有什么太大的收入。但是我觉得，就是我跟我太太做自己喜欢的事情，就觉得反正这是生活，我们这个是生活的一部分，这就符合我们的个性，所以这样一路走了都觉得还蛮顺畅。只是说这就是生活，然后问你说赚不赚钱，其实没有。但是就是觉得说，这是我们生活的一种模式，对。因翁仔某把伫册店隔壁开一间咖啡厅，互来到遮的人客会当哪看册、哪啉咖啡。伫假日的时，佮定定举办文化活动，希望生活店北部用册芳佮咖啡芳，继续写出人生精彩的故事。记者杜君豪，新竹报道。因若即阵台语歌的风格是愈来愈丰富，嘛愈来愈多元。唱台语歌嘛会当是学台语的一款方法。中华嘅台语文创意园区就举办台语歌来教唱的表演，嘛邀请乐团的团长来教，就大家会当快乐唱台语歌学台语。学生跟老师哪弹哪唱，中华台语文创意园区为今年2月开始举办台语歌教唱表演，邀请乐团团长来教课，有人课上了趣味，佮就朋友同齐来唱歌。因为台语歌就是让生活化，想讲甲台语也嘛当推广落去，所以阮就唱歌就欢喜，就让介绍朋友做回来，佮好朋友，所以很开心。老师足够教的啊，慢慢啊，带阮要安怎讲，讲台语要安怎学，发音嘿。台湾早年的台语歌较由文哀伤，互人认为是悲情的代表，嘛有一段被打压限制的历史。但是即阵台语歌的创作多元丰富，负责教课的陈建忠老师卖换无共风格歌曲，互民众哪唱哪学台语。大家对台语歌若是真有迄个热情啦，吼，大家来唱歌的人愈来愈多。有人喜欢介意老歌，有人介意较流行的歌，系啊，所以即摆若是你尝试看看吼。不管你唱好唱歹，大家就做伙来唱歌，大家会当日常就已经有养成这款的习惯的时阵，我想咱的音乐就自然伫咱的身边来开始。关怀文教基金会表示，设立台语文创意园区以来，一直推出各种台语活动，除了办展览、讲座，也有侪课程，就是希望每一个人拢会当来使用这个空间，让台语愈传愈大拍尾。记者杨淑晴中华报道。台南大学有研发机器人，这机器人会晓参人用台语开讲。即阵因是阁有新的研发，就是讲台语互机器人听，这 AI 就会随生成出相对应的相片出来。研发团队嘛有甲这机器载去外国发表，发现讲外国人看图咧学台语，学了真紧，效果嘛真好。公园内底足侪猫仔咧佚佗。对机器讲台语，无几秒钟，连面做出一张图送互你，无看唔到，这只不假厉害机器人佮出现啦。本正敢来晓参人讲宝语做练习，即阵又有新的功能，就是用 AI 生成影像，互人会当用看图的方式学台语，增加印象。其实台大学开放互囡仔抢头香做体验，那是毋是佮增加因学习的动机？机器有英语、台语啊 AI， 这台机器人那在学校。上课啊真好。你讲的时阵，佫会是袂练转啊，有这种帮助是最好的啊，就是会当，互阮这种学生的台语佫较好。教学的部分，低年级、中年级、高年级，我拢会当导入安尼生成式 AI 影片的一个教学了后，我相信
囡仔应该是印象会更较深刻。这是台湾大学产学合作成果，教授表示，咱参机器互动，以自然对个声音做运算，每条机器会用我本土的语句，也是图片做回应。机器人唔乃晓讲台语尔，英语买通。研发团队日前去香港、日本等国家发表，因讲外国人用安尼学习，敢若留3摆地晓讲台语的词类。发现说，不管是马来西亚的老师还是学生，还是日本当地的教授，因学台语拢学了真紧，这对咱台湾是一个优势。吼，咱会使把咱台湾这的文化，咱的母语推广到全世界，互全世界拢知影咱台语其实是一个真水的语言。目前这套系统爱连网络，研究团队暗算未来要直接伫机器内设 GPU， 互学生伫任何所在拢通使用。另外，伊嘛参出版社合作，互 AI 科技运用伫咧高年级的母语课程，提升学生学母语的意愿。记者上台南采访报道。因为 AI 嘛会晓算命，这是丹麦科技大学的研究团队，伊是用人口数据的资料库，透过 AI 即马有建立一个模型，会当预测讲丹麦人会当赚偌济钱，会当活偌久，而且准确率阁不遮悬，有7%。丹麦上新的人口统计，全国总人口596万。丹麦科技大学的这项研究就以国家统计局的资料做样本，配合人工智慧分析，并且建立数据模型，想要预测单一的个人会当活到几岁，什么时阵会得到什么病，也讲接下来工作、婚姻、家庭会安怎发展。丹麦民众平均的年纪42岁，平均寿命要到82岁。研究团队是经相对较少年的样本来验证这个模型推高寿命的准确度。We take a very young cohort between 35 and 65, and then we try and predict based on an 8-year period from 2008 to 2016 if a person dies in the subsequent 4 years, so until 2020. 发现者演算的估计显示，这套演算法模型伫咧预测样本的死亡年纪准确度到78%。若是预测的样本是不是迁徙到其他的城市，甚至是移民到其他的国家，准确度是变做73%。研究团队认为，甲民间流传真久的各种算命方式比起来，这个模型唔有科学的根据，准确度也加较悬。但是这敢若是研究结果。研究团队并无打算该公开给外界使用。This is not something that's ready to be used today. For now, it's a research project where we're exploring what's possible and what's not possible. 学者强调，这个名叫做 Life to Vec 的研究结果，并无放伫咧网络顶。因过消息公开了，网络顶就开始出现真侪讲是 AI 算命，甚至是用 Life to Vec 的名号的网站，若是英文连中文拢有。若是网站叫你输入名甲生日等个资，千万唔通互伊骗去。新闻界出现的资料伦理专家伯尼勒特朗伯格就讲，早就有保险业者用演算法模型对申请保险的客户做评估。It can be used against us to discriminate us, so that you will have to pay a higher insurance, or you can't get a loan in the bank, or you can't get public welfare because you're gonna die anyway or whatever. 主持研究的学者讲，这个研究计划的目的不是给人算命，让人知影未来，而是要探索人工智慧在这方面的能力，会当发展到什么程度，也有如何人类面对的风险。公司新闻徐嘉玲编辑。天气报你知，同时关心各地台温度。北部的温度上低21度，上悬27度；中部的温度上低22度，上悬28度；南部的温度上低23度，上悬有30度；东部的温度上低21度，上悬26度。外岛18度至28度。感谢乡亲收看，将亲平安顺心，明仔载起9点，咱再会。